位伫东区的大同国小校内特教班，伫老师甲校方的努力之下，成为侪家长的选择之一。但是伫上课当中，更加需要电脑顶相关的电子产品。台南在地科技公司庆鸿科技伫了解校方的需求了后，伫总经理的带领之下，特别关整了3台电脑甲相关的设备。1号上午，校方特别举办一场简单但是隆重的关证仪式，让小朋友对业者表达因的感谢。资讯的设备包括声音或是这个视觉上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李总他代表员工一起来见证这些电脑，我们就放在学校他们特教班的教室，让孩子去使用，老师也可以做教学。孩子也让去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一个好的一个活动今天很荣幸的也有机会呢，代表我们所有庆鸿科技所有的员工呢，来到此做一个小小的捐赠。那这个捐赠是因为现在的数位化需要比较新的东西，那我相信有这些特教老师在带领，有一些新的数位的科技，也可以也别于说过去的用传统的方式，让这些特教班的孩子呢，或许会激发他的另外一种的学习能力，或另外一种的喜好。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因为未来的现在的数位加上未来的 AI， 那这些东西呢，应该会帮助人的生活呢，还有这些学习的品质会更好。关证仪式后，校长嘛带领庆鸿科技的总经理甲员工来到特教班看因的环境甲上课的状况。庆鸿科技长时间关心社会公益，除了帮助大同国小以外，也是有持续帮助其他的学校，就是希望会使抛砖引玉，让社会上更加侪单位做伙来关心教育。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